台中西屯回来公园，有民众是发现讲，有人早这行动电池插伫咧公共便所的插座充电。台中市府是讲，这个行为已经犯法，会报警察处理。插座顶悬插着白色的插头，连着3条充电线，最后是来到黄色的塑胶盒啊，内底有几个行动电源当伫咧充电。民众翕影片。讲台中市西屯区惠来公园公测20号有人用内底插座伫咧充电，其他民众也认为行为可疑。公跟公私是私嘛，对不对？公私是要分开嘛，这是公共的电嘛，对不对？那私人的那个行动电源来充嘛，这当然是，在行为上是有一点可疑之处啦。台中市公测之前也发生过违法占用的情形，东区10全公园的无障碍便所，因为有照护床甲泉水的设备，曾经去民众甲街友当作旅馆来住。即届发生切电事件的惠来公园，清洁维护人员讲，大家拢会巡查3届，也个曾经看过牵电动机车来充电的行为，拢会马上来阻止。比较夸张的就是外劳电动汽车，我就会很大声跟他讲，叫他赶快走，不然马上他们会害怕，就赶快走。把电动机车拿来这里充。对。民众他私自在我们公园充电，就是属于窃盗罪。那这是我们会依刑法320条来处理。所以我们一旦发现有这种状况的话，我们就会将它移送法办。所以我们也在这里呼吁民众不要以身试法。台中市府永工处表示，惠来公园插座是因为违反需求来设置，民众私自充电已经触犯刑法窃盗罪，会报警侦办，会使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，或者是50万块以下的罚金。后续也来检讨公测设置插座的必要性。记者台中报道。